台中五车一搭猪条出现非洲猪瘟，即马根据台中市府的报告，这猪仔死亡的时间是登记伫个10月初10。也毋过农业部所发现讲，这单仔的数字甲报告当中死亡的数量其实是有争差，所以判断这头一只猪仔死亡的时间应该是9月初4。来看台中市府的回应。 异常出现大量死亡的天数，根据目前已知的资料，就是10月11号。好，所以在之前如果有其他新的市政，或者是我们根据疫调，包括我们刚刚讲的3连单的比对，如果有异常的状况出现的话，我们在调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一定会跟各位来做报告。虽然有猪只死亡的情形，但是都没有超越。 好，这就是警报值哈，所以没有警报值的时候，当然就没有警报哈。猪场自己本身如果有猪只死亡，即便不达到大量死亡，但是觉得异常，就该要有警觉。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自主通报非常重要，不一定要死到很多的时候，你才去要求送检，才要求兽医来指导。 好，针对这疫情调查内容无对等的部分呢，农业部是指出讲，这台中五车发生非洲猪瘟的这大市场，对9月开始就有死猪仔，所以要求爱翻头来清查。也毋过台中市府是表示讲，以猪场来讲，这猪仔死亡2%才算是警戒。9月至10月初10，其实拢无异常的状况。也毋过农业部煞认为讲，袂使干那靠这警示的系统，应该得爱赶紧来介入。